尊敬與靈交，詩篇143篇6節。我向你伸出雙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好像乾旱的地盼望雨水一樣。伏爾泰係一位無神論嘅哲學家同埋文學家。佢有一次喺巴黎嘅街上遇見一群信徒喺度舉行緊宗教遊行，前面有一位領導嘅高舉住十字架邁步前行。伏爾泰就忍唔住舉手向佢哋表示敬意啦。後來就有一位朋友問佢：唔通你已經同教會和好咗咩？伏爾泰就回答話啦：我哋只係互相點頭，但係並冇講說話嘅。今日有好多人對上帝所傳嘅，正係好似伏爾泰一樣嘅態度，只係低頭表示敬意，但係就從來未曾對佢講過一句說話。佢哋心裏邊或者係存住敬虔，有時仲會偶然去到禮拜堂做禮拜，但係卻未曾喺禱告之中同上帝真正咁去交通過。佢哋同上帝只有一種點頭咁嘅友誼，但係未曾成為密友嘅，同埋仲唔肯俾上帝有機會臨到佢哋嘅生活之中。禱告係一種密切嘅交通，係同上帝親密嘅交談，豐富生命嘅唯一源頭，就係養成禱告嘅功夫啦。詹姆士蒙哥馬利，佢係18世紀生於蘇格蘭嘅人，父母都係莫拉維亞弟兄會嘅傳教士，而佢亦都就讀喺列斯附近嘅莫拉維亞弟兄會嘅學校。佢嘅詩歌作品《禱告》乃是心處所願，最禱告有咁樣嘅洞見。祈禱乃是最淺的話語，嬰孩亦能嘗試。祈禱又是最高音樂，能夠要自專注意。主啊，你神聖之靈喺我一生之中，時常都敲叩住我哋嘅心門。求你幫助我答應你，不論你喺陽光之中，或者係喺風雨之中來到，求你令我總係可以歡然咁去迎接你，因為你比陽光更加明亮可愛。你係陰雨後嘅彩虹。我所求嘅係你自己，並唔係你其他嘅賞賜。請你叩門，我必開門迎接。阿門。